队的那个学，就是我一直持续的，今天没来，一般都是让他跟我说，让别人说他觉得要进镜头嘛，镜头了肯定就觉得算了没必要吧，就是不认识了。这次开学。我们看旭跳的，他是舞蹈生，他跳的不一样。王青，哦，等下我回一下。王
忘情没来哟，忘情没来，凳子在，你是送勇气还是送凳子？马上要完了，你告诉我一下吧，你看你送凳子还是送给永吉？永吉现在在跳了，他刚刚在旁边休息。不出的地方。还是直播间看完了。交流调味的经验，吃完后那个那叫啥？这样子，然后长得两个关系非常好的那种。好的，马上送。哇！这新都没有了。给你。又是给我的？不是给有你的。哦，我以为又是给我的。那不好拿嘞。啊，给一下。你拿个水球。啊？没事你。好了，送了。还有一个。没有。没水了。这个歌好听，非常经典。叫啥名字都不知道，那三首歌，今天跳的新的歌都不知道啥名字。这个不是，之前今天跳的新舞。新舞还没有，我们要弄完了再可以。哦，名字不知道，名字有。哦，好，你看那这就觉得就那么啊，那这就那么些，确实是过年过。就知道这个是有，这就是的，这就是咱们这个。哎，就是，我那把这个让那个做的，对。
能在累瘫了，我感觉累的就是耳朵就是都有点。有点那种晕眩那种感觉。对，有点晕，就是有一点晕。哎。因为一天都没吃饭，我起来我就过来了。就是饭没吃。我车上有吃一道是没拿，我拿回去，我买的拌菜，我在那个北深路买的拌菜，我没拿回来。啊，就是满利科医院。他那边有医院的。满利科对面，我买的那个店儿开了15年了，它味道很好，哎，就是很有名。叫李记鸭腿啊，以前叫下岗提供啥子店？后来很生意好。我今儿娃那儿上补课了嘛，我就这边顺便就买了，就买它。啊。新荣和。就新沃。几点钟？刚刚9点半，刚刚9点半。完整的。这个是最完整的。这叫啥名字啊？这个叫啥名字？哥吗？这个哥啊。不知道什么名字，文姐。我去查一下。这3个。你们喊的筷子组合，最高的。9点半，哦，9点半，对，9点半。他们3个还有一个筹码，还有是永贞，他们3个经常在一起跳。
真的。今天跳了好久了，4点钟开始跳了5个小时，就算中间休息也就是4个小时吧。然后跳舞的，曲真都跳晕了，饭都没吃。那边了，谢谢，太谢谢了，谢谢你。他们今天是跳安逸了哦，然后他今天跳。